就来到苗栗的通宵，一个农民咧巡田的时阵，捡到一只打出世无偌久的石虎仔囝，就甲送到派出所。正拄好，这个副所长捌救过一只石虎，有救援的经验，就安尼，农民甲警察同齐救回这只小石虎的命。那个师傅啦，捡到的。 全身骨拢是胎毛，一直叫石虎仔囝，而苗栗通宵去农民发现，送去派出所。但就是尽可能的不要让它跟人接触太久。石虎仔敢若一个手部大，捌救过石虎的副所长，已经联络特生中心的人员，和农民到发现的地点附近去调查。结果伫路边看到可能是石虎仔的妈妈。 看到什么？看到一只石虎，刚来的时候应该是昨天晚上的那只石虎妈妈回来找她的这只小石虎了。虽然讲根据特生中心的研判，石虎仔应该是出世无到2礼拜，但是离发现伊的附近，佫看到石虎仔妈妈。县政府农业处认为，石虎仔健康看起来袂歹，会甲带回发现伊的地点，互伊和妈妈团圆。